动吃动吃，快做事。啊，哪边？这边？那边？那边？啊，哦，四挑散，全把通啊，这里啊哈。系啊，我这边哦，了去，哦，了去，按球摸走人啊，那这两条路走开啊。系啊。有，我弄桥嘞。我都桥嘞。挑选就会建议桥。我记得漂白摸了的，红色的了，漂白种。下后放过cái sòng bóng này mà bóng bạc này nha, nếu đi chuyển chọn mà. 啊，谁是这创啊多？暑假做那平家村唔多，泡白豆。係啊，兩邊山邊做啲舊水。兩邊啊，做兩邊搞啦。係啊。一杯嘅。啊。兩邊山做啲搞啦。左邊。哦，做做啥？啊。這部電行開電呢？你見人插部電。啊，這部電我愛誰是按開電啊？台灣可以這部電有電動間。係啊。我小時候都在那邊打電動，走那時啊，一定還有嘛。我台灣走那阿婆咪逛那啊，啊摸音館啊。哎。嘿嘿。哦。鐵條店。鐵條店。係啦，鐵條店。哦。那邊有時候上卷書上來，那邊啊。走吧。哦，兩個記得嘞，好多咧，四條山兩個記得嘞。我爸是中国人啊。阿爸就以前就交代我啊，阿爸去坐哦，病了了尾，那四条山了尾吼，风景当好，空气柔和啊，去喜欢了尾。我爸就喺當河，你都要喊啊，都做那看看啦，那邊風景，你看全部都暗河嘅風景。對啦。啊。好，好，去幾片啊？好啦，幾片做。聽拍咧。係啊。哎，阿婆，我記得我坐時間吼，從來都給田媽媽旁邊一下坐路安樣，這個行上來，如履平地，你知嗎？給當中啊動物了寸步難行。哎，給坐時間了動作買色的呀，搞的呀，乜個？給無聊時間上來一下，然後沿路吼就抓那個蠶，還有山韭苔，哦，山蘇，哦，乜個竹竿抓啊，啊，葉尾吼，哦。乜嘅樹幹，我哋係唔敢。係啊。係。我寫，那有從一條按幸福，還有東西好做。我寫都在登山給我買地圖，遊客的導覽地圖。這個乜嘅啊？這個咩啊？讓你批發的。啊，批發的。係啊，一種買。哦。阿媽應該記得麼？我加埋人家空空洞多嘛。係啊。我這個可以打貨買餅。哦。一桶的機啊，我買。哦。沿途啊，能搭隻彈鋼嘅走一拎嚟啊。結果用強，走一拎即刻出強。係啊。我冇人買啊，冇打手。出強。係啊。哎呦，差唔多了。我差唔多。啊？我做呢，就食飯咯。哎呀。哦，還有飯好食啊！係啊，使唔使兩條線嘛？客家人。好啦，記得。好，走。係啊，早點食飯。早點食飯。哎，好。
你根本咱挑白冇强用的，好无？一鬼动多嘅。系啊。啊，几白上来唔安用的，唔系安用的。他白唔冇人行，今日就真了行。哎呀，记得了欠店啊。以前这边有个卖出豆腐的哈，每次都在这边蹭他的臭豆腐。想蹭久了他就。看他卖什么？芝麻粉杏仁粉。芝麻粉杏仁。啊，那个洪康老师。嗨，你好，哎。啊，好开心哦！洪康老师，请你吃糖果。哦，太好了，我自己做的芝麻糕。好，谢谢了。你好，谢谢。生意兴隆哈。好好。阿婆，我记得谁时间我是错过，你去奥多拜站我都俩东北上去啊。系啊。系吗？风色的奥多拜啊。风色的奥多拜。系啊。你要探空到底都哪边啊？你看后面。上上山的。然后桥的另外一边，这桥的另外一边是阿公上班的地方。这个桥的另外一边啊。就是矿坑的啊，矿坑名字叫做你的，那下口就对了，航都探空。请我爸跟我水训。为什么要去那边水训？因为它是澡堂啊，水很热啊。水太方哎。哦，水是用灶梯煮水，系吗？系啊，我太熟了，唔知係煮水啊。啊，用熟嘅，用摇落去，啊，其實。我看水哈。走那种洗过的水唔讲，等位洗顺洗好，夯下來，有幾順下嚟？啊？還未強油？我看到咧拍出來落水咧。係啊，差唔多。落水啊！定幾落水，喺呢度都必備做菜。哦，到咧。落水我哋冇事。啊，到嘞。哦，到嘞。兩片啦。哦，萝卜都了。都了啦。啊，那生的煲湯看啦。哦。還有你都了晒嘅。係啊。你拍筍乾咧？筍乾。拍筍乾。媽做筍乾。加埋晒菜脯下多。係啊。係啊，啊，今日社交種都來了嘛。啊，你要睇去到兩煲湯凍食。哎，小時候動態。哎呀，細時節喺那個走嚟走去。加埋了紅的啊，穿來穿去。加埋挑戰有咩紅的？係，我哋全部鯰魚落嚟。係雞片，我記得沒紅的啊。係啊。啊，細時節就在弄來弄去，啊弄到雞片挑戰一樣牛肉。條路誒，還有條路安做得過癮，係啊，哦，你啊，夾上面冇做呢？係啊，冇強用。好啦，落來看啊。啊，做叫冇做呢？係啊。喂。哦。喂。哇，夫人哦。成個夫人哦。哦。哇，進步咧。哇，你那邊按翻了。係啊，以前叫冇做呢哈。係啊，我記得你跳擺要做嘅咩？係啊。阿公嘅辦公桌對不對啊？係啊。大哥你要下錢。又重新又擦過咩？係啊，啊跳擺我按到個位哈，就平日照選，不兩邊去睇個黑膠唱片。係啊。當日照選就英文歌，黑酒海。那時候流行嘛，學生之音啊，係冇？我記得我嗰位啊，我最睇，你老阿爸就彈鋼做事，係啊，做事呢要按安全，我卡就嗌嚟操持啦，我會煮飯。啊，你唔是講啊？我冇識過，係忙出世，係忙出世。愛炒菜，煮飯，還有燒火，煮洗身水，乜嘅都咩？係真嘅咧，結下我幾擺洗身水係都這個做下燒火，然後用燒個油到個洗身風去。大件都安樣啊，
所以讲啊，俩炒出来比较好食啦。系啊，真紧啦，系啦。真紧啊。哦。你没有吃过吗？你没有吃过吗？哦，没有啦，阿婆面前我那个啊。哦，给面子就给面子了。不用啊，不用。不是啊，不是啊，好，真紧啊，有选。姜丝炒太葱。哦，还算了。哦，姜丝炒太葱，我都无汤给片出皮的。阿婆这边姜丝炒太葱，还算了。哎阿妈，等下我应该去南庄哦，开只同學。要看嘛嘅？係羅先生啊，我大概要轉那邊看機。哦，看機啊。羅醫師，他是我的同學，我以前這個在外面忙碌的時候，都是他負責照顧阿公的。哦，真緊啊！係啊。哦，你也去看機啊？我去拜訪他。坐低我轉咯。夾就會轉啦。係啊。哦。我其實，在幼稚園以前是阿婆帶大的，然後從小就在這個老家長大。一直到小學的時候才上台北念書，到台北念書也是阿婆帶大的。喺當飯時，就在聽愛爸爸還有土地愛阿婆吼鄉下來掠蘿蔔了，來行行啊，以캠巴通看愛阿公安樣啦。這個機會其實很少有這樣子啊。我知道阿公也跟我們在一起，跟我們全家人在一起。阿今沒當飯時。羅先生係同學啊，羅崇盛醫師。哦，先生，係啊，到了下，現當我哋個保持聯繫哦，現啊講嘅救命恩人啊，因為啊，因為啊，嗰擺哦，都特別當武漢啊，啲當小事件啊，兩片，做樹沙，當小事件轉來哦，所以哦，阿公啊都鄉下有乜嘅事情吼。呀，北平的看線上全部都寄來寄啦。阿公就話出家伙，都在頭前的貴州那個地方。咁哦，提早到現場嘅就羅先生。羅先生佢只本身係腳唔方便，你想看啊？出動台列動台困難哦，老爸帶到醫院去啦。所以講哦，到了哈，一直。心里對他還是很感激的。我又轉來哦，南莊啊一天我入去看佢來打招呼你有現基本嘅有菜嗎？有啦，因為佢到啲都靠就走線上嘛。哦，還帶到嚟啊？還帶到嚟啊！對安啲蘿蔔吼，依然吼就依依不捨啊！你看多道地的我們南莊人哦，差唔多會到咯。做頭先啊，做備天炸咯。哦。阿婆安樣對檔球呢？係啊，慢慢一堆。阿表乜嘅？阿婆堆啦。哎呦，看驚了，自己啊，咩都講到頭先啊，得假，正經可信。懂吃，快做事。同學好，哎，是，哎，同學好，哎，同學好，哎，你好，方便，思源，唔該，帶電腦做乜？哎呀，電腦啦，咱介紹下羅先生，羅叔叔好，阿公嘅救命恩人啊！啊，家下都插檔講嘅，係啊，睇我插檔要來講下故事。羅先生啊，不但係佢了解提奉嘅意思哦，你想提奉嘅何年何時台？何年何時啊？你看啦，當年哦，佢哋辦個寒冬送暖嘅活動吼，哦，見被、見蚊帳、見乜嘅吼家用品吼，不遺餘力啦。那就有喊哦，我會轉來聽書下，帶到朋友吼，轉來贊助一下他的光彩啦。哦，有喊我會轉來啦。冇喊轉來，佢咪當了解啦。同學就係因好人好事嘛，好人好事。而且佢這個身體唔方便，但是哦，佢幫助人吼，比唔方便還方便。
但是去出力，出力，出心，台湾的10大杰出青年呢，真的。我有这个同学，我也很光彩了，真的。所以啊，不管用的吼，将来一定先再看阿爸啦。来讲咧，我要讓阿爸講過我要來讓阿同學嚟問候一下，係啊。謝謝，什麼，你係像阿做了個戲劇演員咯，戲劇演員咯，大班開始新冠都想講，用乜嘅字眼？上頭是想到個我同學，你男裝之光啊，係啊，我是想講，向同學轉來，帶領啲學生嘅轉來表演。俾大家看，係，佢回想咯，佢本來參加嘅意思講是用白沙哦，佢一下講孔強老師去轉來，佢轉來咧就滿千沙呢，你咪？哎呀，滿千沙，我想講孔強老師轉來個冇面喎。哎呦，唔係啊，係非常嘅鬧熱，所以我一下看到咁樣嘅一個相親嘅需求啊，佢講你咁樣嘢。hành一百億特別咧，讓佢來贊助哦哈，冇錢嚟哦，因為老闆哦，你募到嘅也美國人募來這個大家提出來的錢哦，是賣物資，嘿，啲物資哦，真來真貴，係啦，真來真稀價咪，個真稀價個用個山哦，所以你多餘嘅冇多餘嘅錢講來做一項娛樂性的節目，做得好好的舞台都做得這樣，本大家看，要是他對不起人家爸爸，按台巨星來到這個挺簡陋的舞台來幫人家爸爸表演全部都表演的，你看看每一位都非常賣力應該嘅功力有給擺給爸爸媽媽沒有人啦，都放沒沒有轉來讓我們很感動了。從於雖然是殘障人士，但是你的精神比我們還要勝於萬倍啊！冇3萬種啊，做得做書面啦，老師多謝你。我又係做呢個守望相助隊區長了。你啊？你叫來做守望相助啊！我只有在裡面發揮那個指揮的種子而已，係真想就呢抬高起同我哋的來互相的扶持來講有兩個力量來走所以兩種點點的嘅事情呢，唔係講我3年我難摸啦，大家力量。他可能那個安尼愛同學愛用的晉升愛家庭啦，家庭講咧，我支持我朋友，支持我同學出來選苗栗縣的縣長啦，人要有這種精神嘛。我以前就想要當總統，上當九呢。哎呀，我邊個做唔到啦？你老師講嘅你客家人欠屁。也有一種捧風的精神，係啦，講究捧風叉，應該講唔係捧風叉嘛？捧風叉，真經捧風叉，係喲。我講你摸醬上了凍醬。阿婆打電話來啊！喂，阿婆。喂。你醒來吧？還沒轉來啊？做了節目嘅錄音上聊天。轉來啊，趁當要裝點心不允許啦。哦，有點心啊？係啊。哎呦，客家人散兩點心，散兩點心。總得少嘅，阿婆啲啊。他倆專業，他倆很把專業。哦。
好，就安用啊，盛传咯。哎呀，好，好妹的去了。哎呀，放在对了。行业相聚，谢谢。好，谢谢。先锋老师，下去哈，下去再见。鱼肉龙烟，哎，哦，鱼肉龙烟啊，俊体播种哈，好，好，再见，再见。哦，阿婆，你准備乜嘅？準備擂茶。擂茶，我主要是擂茶。係啊。哦，看到了煮地哦，還有鐵條哦，忙煮好了。哦，愛聽書啊。哦，當橋毛是擂茶咧。係啊，當橋毛雪咧。係啊，對啊。啊。你睇擂茶要少飯咧。阿婆，安樣對當橋呢？係啊，慢慢對。啊。喺邊乜嘅？啊，冰水啊！忙啊，係啊，忙啊。忙啊！哦，係啊，忙對多。忙對多。係啊，阿婆對啦。哎呦，哦，加了哦，速度差多少咧？啊，這時間吼，最好讓阿婆填熟擂茶，我哋變用哦，變用啊，變色，哎呀。哦。啊。哦，檢查哦。好。後邊。誒。我話個鋁巴打起。唔係啦，唔係啦，人鋁巴打起啦，因為你阿鋁巴係拼音嚟。你講安樣？加水，哦，係加滾水係嘛？哦，安樣。ăn chẳng đuôi để hang, mua giờ đuôi hang. 哦，芝麻誒。係啊，麻。阿婆，我味道叫梅咧。哦，阿多啊。係啊。有少水落去。多就未燒。少水落去叫梅出來咧。我愛。哦。其實我不用提聽。呀哈。那水時間，我小的時候啊，大概到這個程度。啊，大概雷到這個程度，那時候這會聊嘞，所以後面的後擺我還做那種唔記得。我哋家啲家啲水。啊。哦。我冇。好，還用這裡。這裡。哦。哇。哦，我不用低調嘞。啊。好霸氣哦。哦，啊都地位大難睇咯。係啊，我人台裝水唔會行啊。哦，我裝啊，裝裝乜鋁巴吹難睇咯。我覺得哦，安尼客家人哦，動好是體條哈，是不是因為從小就吃擂茶的關係？應該沒有關係。哦。哦。又香哦。哦，又香嘞，又香嘞。味道出來哈，哦，香的味道，這個叫阿婆客家熟悉的味道。對，阿婆安樣做得食幾多碗？貴家人安樣做得食？做得，做得多水啊。係啊，家長。哎呀，好啦，緊張啲啦。哎呀，好。做得冰水了，先冰了，好啊。好了，好。那都方便沖落去啊。哦，要滾嗎？要啦，滾。看到阿婆準備擂茶冇愛食，哦，這才係當關係，因為我當橋模式的阿婆擂茶，今天真的是第一次可以從頭到尾參與跟阿婆一起做這個擂茶，真的覺得很新奇。用這個頭乾哦。這個絕配哈，米香我表，你看讓我表，起條嘞，好來 ，OK， 哎，哦，安尼，搓，哎，神猛哈，啊，哎，加了啊。
尽量捞底下。哎呀，40年的味道啊，精华在底下。对，要沾一点这个茶叶。哦，这个芝麻。对，这个饭舀起来就什么都有。好久违啊。最近啊，妹都讲挑战那种在加，全劲好食啊。对，这菜用米哈，还有个底条，还有饭，还有个米汤，全部摸起来口感。以前就这个玩意儿，我可以吃一整天。以后要做那些。这一碗得最凉。係啊。要呢就整下，打做碎板就最凉这样子。喝到晚上就配冷茶。跟其他都煲汤鸡片，这当做小朋友在搞呢，就来就去，包括讲，阿爷这类茶哦，那就转去，就这样装一碗哈，叫做无白锅汤，人家玩红绿灯，红灯绿灯，有没有？那人很喜欢用，又想玩又想吃，这样摸去走。哦，是桂圆呢。你哋有食炸咧啊？差唔多咧啊，冇雪糖包啦，一碗差唔多。少来吼。要做咩菜？要展现爱拿手绝活。哟，拿手绝活那个菜呢么？我先讲片，当简单，大家都会煮的东西，按照菜脯卵啊。但是要么个冇穷用呢？田妈妈餐厅里嘅菜脯吼，当好食。老安尼台北啦，外地卖嘅菜脯冇穷用，卵味一家给上哦，而且呢，还一家有特别的这个煎法跟人家的味道绝对不一样。卤菜脯，卤鸡，卤眼甲，卤鸡卵，卤鸡卵，卤眼甲对啊。阿婆做咩？我想说这种用豆腐，用豆腐啦，那个是压轴嘛，那个是压轴。你就穷下煮就穷下雪啦。好，安样哦。系啊，但是我怕我的菜脯卵被他汤嘛，菜脯卵汤被他的用豆腐压过去了。用豆腐好雪呢，当叫眉毛雪嘞。系啊，系啊，阿婆你煮用豆腐啦，我爱煮菜脯卵啦，专门用啥煮饭爱雪啦，用煮熟来安样。就快啲喎！怎么讲强啲话咩？我係就快啲喎咩？你們啲阿婆玩豆腐啊？哎呦！勾芡客家話有冇講？叫強。芡醬。芡醬啊！係啦。哦。動吃，來做事。用豆腐，用豆腐，我講到後生啊，韓版的後生就叫你。冇後生兩片嘅雞片咩？阿婆教你做哈。切片。唔是切阿面啦，唔是切阿面，都是對個一粒嘅爽，太爽未當好啊。係啊。客家人煮就是味道重，對嗎？哎用做的啊，哎呦，看。因為細時節吼，細時節大白，阿婆阿燕來雪啦吼，我落去做下就全部煮好嘞。這中間的過程我是完全沒有在參與。打一個蛋。所以啊，趁這個機會好好學下來啊。哇塞，客家用豆腐哦，客家用豆腐。可以做一首歌嘛？哎呀，客家用豆腐，這個旋律好像有點嫌疑，這樣子。後面不句就 cover 過去了嘛。要粉啥的？好，做對嘞。你要敷這個粉啦。咩啦？敷這個粉咯，唔用粉。用粉啊，兩片啊。係啊，唔用粉啊，敷這個粉係嘛？有辣啊？唔辣啦。唔怕？係啊，唔辣啦。就個價掉啦，係啦，用唔出。
哇，原来哇塞，哇哎呦，哎呦，阿多，阿婆你重口味的，哎呦，係啊，哎呦，加飯罐落去呢，係啊，叫台灣話按照菜罐的啦，係啊，飯罐了安咁落去，飲啊，飲得嘅。我看，他用完他的병飲嘛。我大家豆腐冇鹹啊。哦，用這個味道來配豆腐就對了，係嗎？係啊，做得了，做得，樣做得爆嘞，係啊，哦，發豆腐，現在豆腐太地，安樣，對半切，太厚啦，是不是？這個對半切，這樣又可以再做一半。係啊，佢哋按太地啊。切成這個三角形的啊，阿婆，它一定要切成三角形的嗎？係啊。原來那麼小也可以做。可以啊，做得啦。我以前吃都是比較大塊，你要爆肉嘅係。係啊，做點爆啊？咁爆嚇。好，來，好。現在咪執空落去，哎呦，兩邊啊？係啊。又劈嘅兩邊。係啊。又劈嘅啊。係啊，你好深。哎呦，係啊。哎呦。未隻空。係啊。整爆肉，我用塊爆肉係啊。係啊。幾多？即你落咗啊。即你落咗。係啊，咁就少份多啊，少份多，讓豆腐爛啲啦。我講你種少份多呢。係啊。係啊。係啊，啱做對嗎？要塞落去啊！塞落去啊！係啊，我係豆腐嗬，要啲啲爛啲啲。係啊，安樣啊？係啊。哎呀，我也會做香豆腐啦，我咪種用豆腐了哈。呀，肉太少啦，你看。啊？最起碼都按當一個阿媽做嘅。你等下煮啊跌出來啊！跌出來就跌出來啊，跌出來就。塞頭醃掉佢啊！成葉嘅，總會跌出來。跌啦，就全掉落去啊嘛。深一點，挖深一點。加白嗬，咱唔係講咱提手用豆腐。種跳跳嘅嗬，攞豆腐種爛鐵。種爛鐵，個肉會倒出來啊。打把肉倒出來啊，你就會打隻肉筋咧，得個湯啲位係嘛？係啊，係啊。我專門食個肉筋咧。原來。豆腐是否薄咩？有冇？係啊。那個就是NC 的川丸子的由來。原來還有這個包這個還有這個講究就對了。那當然。走得安樣。我小時候就很聰明，你看那包有多霸氣啊！不要客氣，盡量的塞。如果你吃了一口哈，全部豆腐哈，肉凍少哈，佢食起來哈，唔甘人，真嘅唔甘人。爆好啊，塞落去對吧？記下，快嘅嘟落去哈，嘟到愛食。阿婆，我講跳白哈。跳白愛裝來都下巴用黑油嘛，然後天色暗下來，然後有這個有唔敢轉來呀？唔敢轉，唔敢轉啦，唔敢過窿哦。係啊，唔敢過窿，都嘅窿後我就唔敢自家上來咧。要按水膽咯。冇幾排嘅補現啲嘛，按補入東補啊，冇填補啊嚇，我就打電話向阿婆，阿婆你點解啊？係樣。你按摩膽咯？阿明唔強，強摩強膽係啊？冇啦，唔知。過張窿呢種唔敢過。我唔敢啊，你下敢嚟啦。你下安排咧。冇，唔係你下安排咧，你下要火咧。我今日提100自家做用豆腐，豆白吼，厝地雪安樣，厝地高，吼，阿婆做好咧，我就會雪咧。我提100地用豆腐用來做，安樣塞落去，安樣愛當生意安樣。阿婆，我下擺我自家做來，不允雪，你咋個去看啊？有意嘅味麼？
大摆有信用豆腐哦，我就抢阿妹吼，一包到豆腐包往下去，两摆前一摆狂阿妹吼，葱头豆米用的爆豆腐，用的羊肉吼，用的爆肉。哦，我感觉咧故乡较当复杂的，了下摆好学起来，那叫阿妹下摆叫磨的做家下，那一摆嘛一家嘛食得到。水滚啊，水滚的了了。哦，不啊，破表啦。这么煮啊？锵锵啊表还吗？对啊。哎呦，看起来也没有很轻啊。用煮熟来，哎呀。就嗰啲啊！怎么讲锵的话咩？我係就快啲啊！啊，我咪盤到啊！你啲阿婆玩豆腐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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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表好嘞，哦。哦了。阿爸妹咧，係個。搞嘅嘛，太拍粉啊，太拍粉啊。哦，要勾芡就對了。嗯。哦，咧。等個傾向嘅係啊，係一種做法啊，介紹大家熟識啊。有，你有賣了。阿婆大概做不愛出來兩種成品，我這個拿咗，我這個煮。哦。係日本煮湯，日本用泡。哎，用泡啲嗎？泡阿婆係泡。對，用泡的嘛。什麼叫泡啊？就那個嘛，我知啦，乾煎啦啊，用泡擦擦啊，像你抹嘅啊，嗬，爆涼係啊，你抹嘅好睇皮嘅啊，泡好咧，用薯爆，哎呦，像這樣人家吃那個蝦鬆，豆腐爆落去，堅韌，哎呦啊，係啊，這樣子吃。你確定客家語嘛？用吃？係啊。豆腐煲落就好咧。哎呦，差唔多了。係啊。好咧，我打開哦。好，打開哦。好。哇塞，厲害咧。哦，一樣。哎，問你啊，勾芡客家話用乜講？勾芡哦，叫芡。芡醬。啊，芡醬啊。係啦。哦，芡醬啊。啊，啲係芡醬。全部表落去。哦，哇塞，根本都嗆水湯啊！好，完成了。喂，我今天第一次從頭到尾看你煎出來，我才相信這是你做的。要不然呢？以前你很會騙人，一動我騙一動我。哦。客家菜不亂，我說客家菜不亂，菜不亂。動次來做事。你要幫我表現一下。忘記了，哦。菜脯卵，一般哦，咱哋外邊自助餐哦，食菜脯卵吼，因為佢兩檔台吼，凍粉，食到冇感覺啊。來，我示範一下吼，用個菜脯卵用係好先咧，我食到菜脯嘅香味吼，冇太油，也冇太。係用差唔多。你心跳吼，做菜脯卵加辣椒嘅。但是呢，要多動力吼，這個要注意吼，我考了幾首傳承的冇角度吼，今年出大地掉的吼，冇出太遠，出太遠少會出到。我咪係我用兩數傳承啦吼，我做乾麵冇錢，哎呀。俺講咪有理啦。我講我冇錢啦。我冇錢。係咩啊？哦，菜脯嘅量吼，結成隻。菜脯卵係好食唔好食嗬，佢當重要，因為唔是用太多嗬，有菜脯本身哦，打落落去啊，好，睇下，我等打落啊，哦，4隻，打4隻啊，
火线快，帮我热锅一下哈。哎呦哎呦，洗只哈，哎洗只，好嘞。不用油吗？好，不用油。热锅热油，因为哈，你要较下细哈。还有辣吗？这个啦，这个搞定啦，冇咁唔乱鑊啊。还用哈？还用辣吗？再来，啊，是按油啊。好了，这就是炸弹嘛。好，弄熟嘞。呀，你看哦，一底部的熟的地方哈，一条不给出来。一般见过的就不会这个扁面的哈。就不再翻面了啊，所以呢，这一面哈一条见熟了问题，尤其啊水火蟹的给通便来部分啊，哎呀，焦焦的，哎，最旁边除了水火蟹，对啊，一条哈一面而来见到金黄色，有嘞的啊，翻面了，不用怕，好不好？好啊。你看看，再把这一面呢炸得再金黄一点哈，然后呢金黄色炸弹，好，放给蛋哈，起锅，那油避得不给哈，油啊，避得会出去哈，哇，还香呢，你看，哎呦。可以。你啊摸好舌头，你摸不用好头的啦，真紧。哦，你做咧雪嘞，哎呦，电动球啊哈，你见龙见铜球嘞啦，哎，你啊嘴夹啦，哦，用豆腐含慢，哦，你好，哎呀，识看哈，识看，那哦，哇，哎，我 NG 了。刚才我不小心 NG， 他摄影机没有拍到我吃，好吧？你喊好食，比起我喊係下喜歡是燙的，比個爆出來嗰種好。啊，這種係煎的啦。哎，我好食，我哋係好食嘅唔燙嘅。而家是上煮，有種我就講係上煮，用煎的冇重要，鋪的又冇重要，用鋪的冇重要。有種係上煮的。豆腐哦，本來就凍嫩啊，要凍好燉。最主要嘅吼，它是要騰出個肉嘅香氣出來啦。個肉吼，因為唔像粉又酸頭吼，又厚厚嘅。我認為哦，爆蓮豆腐一樣炒嘅，唔會搶到咁梅頭啊。哦，就最划算、最好吃的。但是啊，那是最好吃的狗肉啦。狗肉哦，纯煮湯，貴磅還沒食得強到，係冇？來，打過去，好，見狀況啦啊！哇，外焦內嫩，哇，有冇？你試試看，外焦內嫩啊！好愛啦！客家菜脯卵，好吃！客家菜脯卵，菜脯卵，放兩樣豆腐當好食呢。你有食啊？有啊。做得嗎？做得啊，然後就好食啊，香啊。因為廣告哈，有菜脯哈，是它的靈魂。有菜脯哈，唔好食，記住唔好食。菜脯好食，記住好食。再加上這個煎蛋的這個火候，很多是凍好食，是嗎？還有這個戰鬥，有冇啊？唔錯，因為講法，係啊，香卵、菜脯，當平常嘅東西，經過我手藝以後呢，就好食啊，美味佳肴啦。菜脯卵，一啲釀豆腐係一啲屋企嘅品種。當翻時呢，
当多年的啦，冇找阿妹啦吼，当我来像啊，平常时大家一家忙一家的吼，就冇喊合作咧，前一摆机会呢，就在做来吼，让阿妹享受人嘅照新出来的呢嘛，散当聊聊是咱通看阿爸的啊，尤其咱种看阿老朋友，又是一顿按重用的，莫黑呢，那这边第一排吼，从头到尾，看到雷叉形容来做图的，那头排差不多是条是差不多，我有做一条的。用的布面是一排吧？哎呀，第一排啊！阿婆喊阿燕啊，选用头布啊！啊，走，那啊，他是平安用哎。我没有看过它原型到底长怎样。那这个呢？还有这个菜脯蛋，今天第一次，这样好啊，走的，可以了，就这样子，可以了。我觉得有点失望，有点小失落。我今天第一次从头到尾，看你煎出来，我才相信这是你做的。要不然呢？以前你很会骗人，一动我骗，一动我蹦。你妹多爱吃啊！一回来就是菜脯蛋呢。哦，根本是都会变面的呢。哦，你面按台，他们变来变去。15年前我爸走家下，听我劳动庆祥，记得交代我吼，你不看见我是种子哦，维持一家人的快乐、幸福、健康。根本呢。上去ખે花湯對蘭湯啊，當讓阿爸講，阿爸我要親力做到咧。第一排，請阿妹，請阿來，平常時佢咪當冇飯，看到佢咪當冇簡單哦，叫我來做那安尼蘿蔔看下，羊頭腐、煎卵、擂叉，各項都做到啊。對我來講是當滿足嘅人啦。所以我希望下擺喺度小做到嘅下擺繼續維持一種溫暖嘅感覺，安尼最好啦。多謝佢啊，請我咩做咯，請我來，還有冇翕到嘅，我落埋，我心口全部要向我做嚟聊希望你客家嘅朋友要喊分享大家來聊有看總來聊啦，講什麼？講什麼？講啥的沒有？講啥的有？有時故意唔去，三不四無通我。希望身體愛健健康康，好點都向前方跳舞，將綿綿嘅拍鬆拍定，一家人嘅從容幸福，一座一座萬八山跳，心事千里空。落葉流，吹強風，強強吹過春夏與秋冬。長春夢漫一夢，未了家庭犧牲有一度，眼淚下點點衝，鎖定談故事慢慢講，留下我愛照顧你的路。吹過春夏與秋冬，長春夢漫一夢，未了家庭犧牲有一度，眼淚下點點衝，鎖定談故事慢慢講。